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真正是俗语所讲的“爱着较惨死”。有一个得要60岁的太太，伫网络顶熟悉一个自称是联合国的战地医生。这个假医生是安尼甜言蜜语，一支喙呼蕊蕊，美烂甲追求。这个太太想讲家己拄着真命天子，是付出真心，付出爱。刷落去，这个假医生嘴啊闭甲开，开始讨钱，用尽各种的理由讨要爱钱。这个王太太风空牛落浪也唔知影，前后后汇4000万过去，互人也未觉醒，也阁继续咧汇钱。安怎甲可坑？安怎甲讲？就是未清醒，实在是真无义。I'm a doctor. I'm going to help you now. All right? Get off me! 戏剧版战地医师郑碧珍，也毋过伫现实生活中出现的，却是战地医师伫面前甲一个负责人博感情，互对方煞人财两失。倒伫病床顶，佫笑眯眯，虽然双手拢有淡薄仔伤痕，也阁看起来完全无成战斗去爆炸入去病院的。廖律师却是完全相信这个查甫人是无辜的，只是互人控制掉的尔。飞机就是爆炸了，我支付了16000的美金去请医生来救治他。从他讲话这样子，我是觉得这个人应该不是会骗人的人啊。这个廖律师讲，这个谢田医师是长期伫雁门战地服务，2007年7月7日起，两个人私底下拢有伫联络。医生佫讲，伊工作14年啊，准备退休，后来想要来台湾定居。一连串的甜言蜜语，一直甲洗脑，希望讲伊会当代收包裹，因为包裹被扣伫泰国，后来用各种理由要求伊汇款，可能是因为爱情失去理智。廖律师利用线顶虚拟货币，1年后汇款了这个田医师将近新台币4000万。泰国这些不孝的海关人员发现了他这些包裹有价值5至6亿的新台币，想要窃占他，他又叫我又再缴了2次的税。这个钱已经汇出去了，实际上要找到那个犯罪行为人，可能是不太容易的啦，或者是要求某个人要先支付一定的款项的时候，可能就要提高警觉了。熟菜要3档啊，差不多是每人几礼拜就会去汇款。虽然讲亲戚朋友拢加可坑，也毋过可能是这个廖律师用情过深，无法度控制，即马互伊的亲人真伤脑筋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